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分享收看福喜来嘅，我係吳依容。相信好食咖啡冇，而家好食咖啡嘅人真蠻多哦，我未過好食咖啡。不過呢，拍幾少年好食咖啡都去開咖啡店。咁我按講啊，吼，基本嘅人咧裏邊呢，一路係因為過好食咖啡裡面去開咖啡店嘅唔開心。歡迎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屏東林路嘅吳開賢。大家可能會想講，有咁樣吼，屯醫用咁樣係來自林路。唔單止安尼，伊迄藝術伯阿姐，我的堂姐啦吼。故說呢，今日幾難得有安尼嘅機會吼，睇唔咩安尼錄卡嘅環境，安尼同打嘴鼓吼，跟你聊天，感覺很有趣。不過俺咩係因為看嘅企劃吼，訪問那個誒，有個人生，比如講，俺都唔知唔係化工科畢業嘅，係，儂會讀安貼嘅科系咯。因為國中嘅時節就講唔好讀書，所以高中冇考到，五專考試嘅成績都拄好可以填到化工科。你安尼去讀嘅，因為也唔想講愛重考啦吼。嗰時就冇樣做想法，因為都唔好讀書。係啊，還要重考，當然不要啊。有路去讀嘅，咁讀化工系，你畢業過後做入行嘅人差唔多吼。唔多，但係還是有部分嘅人做入行，可以做對啊。因為技術路會讀到博士，我有一啲同學讀到台大嘅博士。係哦，化工科家出嚟去做乜嘅啊？從幾集博士已經加入台積電，然後有談講台塑等等，對。化學嘅就工業相關。對。不過你畢業過後去呢條路係乜嘅？我畢業過後，因為我爸爸希望我哋盧卡生嘅中可以大學畢業嘛。畢業以後我有4年去插班大學，但係冇考到，我都出咗去工作嘅。家做乜嘅條路？喺插大的那一段期間，我有睇牙醫做過處理。安貼片。對。你係打工嘅性質係咪？對，一開始。因為跟人按不到愛上班。你會像我哋一般讀書嘅時節，想講我去打工一下，嗰時候唔會去偷乜嘅條路嘛，吼。唔會。做咗一久。差唔多我1年。插班考冇考到，以後我就去尋過正式嘅條路。那時候就在肯德基上班。喺素食店。素食店。後來阮又唔係共樣嘅行業咧，吼。共樣啊，因為後面係睇台北咩可以嘅咖啡堂。而家喺度會想講愛來開。佢係拄好有一個機會，我妹妹看到一個空間，她覺得還不錯。對方可能就是想要轉換跑道，因為我印象中係姐弟，是做設計的，然後他們那時候也是開了一間咖啡廳，但可能覺得還是走回本業比較好。有騰個空間想要頂讓，我妹妹拄好看到，我原來就喺看。那怎麼會是咖啡店安尼個？青島人，尤其是台上都會有一個咖啡夢。那時候20幾歲而已。對啊，想說思考下先。嗰時候家下唔能擼算頭家嘅係咪？係啊。對啊。家下可以神經用咧？應該咁嚟講，你做生意冇青少年可以使用青好。我哋咪係慢慢漸好嘅時間，因為我哋嘅排污嘅算係捷運嘅預定地，但係我哋嘅天愛提住下來，要先去問台北市政府，台北市議會，每講啊一片差唔多1九人為徵收，對，伊嗰時講差唔多5年，我哋清風前提住下來，結果冇多2年。你本人證書誒？對。捷運局。松山線。你過不久愛熟係啦，冇辦法。不過一開始能想講愛開咖啡店，當然嗰當然文青嘅嗰種咖啡夢啊，吼。不過唔愛開咖啡店，應該要做條功課啊。嗰時節冇想安到，坦白講，嗰時就想講，我識到就是。
你有一台咖啡机，你测试过后，那个口味是你自己喜欢的，就可以啊。哦，家下睇家咩冇按講究，佢差唔多15年，15年，按究以前咧15年。幾時只確實，睇家開始愛食家己，如果冇，人家人如果會偷嘅啦，水都很刁，如果家下係冇按咧，確實當有一台機器，環境很不錯，對，睇家係食一啲喜歡咧，對，古時家下都可以，可以2年。我數下，你要轉到一啲完全冇相關的條路呢？你去金融業，那會轉彎那麼大咯？因為佢係一個算係哥哥啦，可以係咪哥哥？對啊，我睇做咖啡湯的時間，其實對很多東西都還蠻有興趣的。然後無意間有接觸到一點點金融方面的。每個可以提身邊學掉嘛咁樣。你一做都做10年，好久呢？離開咖啡店10年呢，侬有想過我再過來開，韓國唔是講唔咩去台北？本來其實有想要去台北，對，嗰時就想要去台北係開外帶店。比較不用去維護所謂空間或什麼的，對。然後後來因為媽媽年紀也太啦，對，就想講，除了可以皮啊，又可以做這個好的東西，喜歡的事情。如喺入面咧，我去皮媽媽。係。嗰個天算太嘅天嚇，算清太嘅天啊，係啊，因為我喺台北差唔多20年嘛，我估來其實我認識嘅人。熟悉嘅人仲可以喺台北，對啊，古來都等於講重新開始呢。重新開始，一開始有安尼想法，第一個要做嘅係乜嘅？找地點嘛。對，找地點。加有請過橋下。請過橋，我嗰時我在問題頻道嘛，伊邊有同我聽書錢，人家一個點嘅就喺我這裡看到嘅。係，伊講唔可以看一下。嗰時經過時間，剛好在轉角處。同我喺英國看到一間店嘅，它剛好也在轉角處的型，就是很像。對，我覺得想講可以同呀間店嘅變啊那個樣子。有一個理想嘅用嘅安尼。理想嘅用。你喺深度，唔記得點過前面睇像河巴筍，又唔係太魯筍，唔過離太魯有過遠，有點隱秘，唔過有過縫片，算縫片嘅地方。看樣上青島屏東人愛人下路講，伊從細到大唔是韓國嘅一條路。唔通100、200就覺得幽默，那時候我覺得幽默，可是你聽久了就覺得有點發抖。原來一條路咁冷門。學生呢，因為人哋都偷高中屏東總路去附近咧，萬西唔會感覺幾萬年西路係無人愛去嘅，因為萬西路係佢出一條河壩，對，一幾年當變到因為因政治又冇重用，不過學生大家，他萬西路唔可以行幾片，冇想到幾片有按獎嘅一個咖啡店，不過大家一開始會想講我會睇呀，唔幾片咩創造一啲好像景點嘅哈。可以按你講下，有暗號哈。我查就看起來很特別的地方。按青島一個 visa 之前，感覺開咖啡店心態，拍屯4、5年前冇咁樣。其實我哋是6年前有去下去請伊個老妹去紐約谷，我哋去下去。當然嗰度地方愛去了，我第一擺去紐約谷嘛，如果聽下很多景點一定愛去。不過我係屯凱旋去嘅幾隻咖啡店，一路去做功課。識的呢，聽下識的咖啡一路講，唔識的講講樣呢，一路我識唔出來呢，我面一鼻水越來越差唔多。不過唔路會冇去用店嘅，路會去做功課呢。對，那跟10幾年前的心態完全不一樣，差別太大，因為
提讲，我更加可以做哪个功课来看点呢？应该是讲10多年前，其实资讯不发达，俺的第一东西就按 sale， 就是从厂商那里，从身边的人知道一些有关咖啡的知识嘛。米哈都真是想要开一间7家的店的，就是发展到现在的精品咖啡。那嗰時金融業離開金融業，我又去學過手沖，係休息一段時間，感覺真無聊，就去個宿舍的店家問講，可以教我做咖啡嗎？對，所以從嗰時間，咱開始真正接觸到精品咖啡。青島人像更加愛的銀行咩遐，我唔會算呢。它的酸呢，其實分青島種，大部分的人唔好嗰種酸係，比較尖酸，就是你喝下去會有不好的感覺。它係更加淺焙的豆子，嗰種果酸，係本年輕爽快感覺。可是我喺美國度人客講唔會酸呢，係因為以前是的美國好嘅咖啡，或者是飲好，對，好唔好其實。很主觀啦，有唔好就會感覺清好，對，好的東西就會有你好有你唔好，唔好的東西咩有你好有你唔好。唔家下如果想講天天嚟應去學手沖，又去學做咖啡，唔如常常地講原來咖啡有本多按度做，嗰種一開始咩係同我傾樣生唔出來嘅，生唔出來，一開始咩係感覺。那麼酸呢，我就是要喝起來很溫潤的那種可可啊、堅果嗰種調性。係自從真是係好嘅手沖接觸到按度調味，就會進化成可能只有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現在是喜歡淺焙多於中焙。我想可能嗰度觀眾朋友同我同樣幾好食咖啡，唔過買個淺焙、中焙。搞唔清楚，既然今日有請專家來，我哋等一下呢聊一下強強，凱旋同我哋分享咖啡嘅好門。歡迎到咗嚟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呢係經營咖啡店嘅吳凱旋。從凱旋同我哋講到嗬，做嘛會想要去研究咖啡，因為要開嘛。韓國人頭頭一講到嘛個淺焙啊、中焙啊，我就差不多要放空了。唔過唔見人來嘅，同我哋講一下一道咖啡嘅學問好嗎？今日沒有帶體會係咪？像個兩盤，做嘛本做兩盤，有冇個目標啊？伊個係瑕疵豆，因為我哋生豆訂進來，我們第一個就是要把瑕疵豆挑掉。加個很花眼力。伊完全冇機器聽到嘅。有可以，但係一台貴。因為如果太輕音，那會買嘢啦。國泰店嘅威士啊，我哋問我都幾種長途。太難咧。古時路完全人工。哇！像我今邊準備嘅體會，差唔多係500克嘅生豆。那今天早上才剛挑的，我挑起來之後，我有去稱一稱，大概是26克，所以大概就是5%的瑕疵啦。我會從按度的體會裡邊把這些瑕疵挑出來。假使有瑕疵的冇挑出來，影響會幾大？對於風味來講，會啊，會是都有一個土的味道，霉味有可能。對。嗰種嘅路係上唔得咧，嘅公路係上唔得。我感覺上唔得，因為更加他跟人存錢安辛苦，對啊，他跟你的消費就是信任你。我覺得還是要做好品質的。因為你喺咖啡店，最
葱油元素就会咖比如果种好了。对，刚你讲的头多讲安多啊，好粗呀前培、中培，也个分配系嘛个。简单来讲，就会以烘焙时间呢长短。嘿，哦，浅焙烘焙时间比较短，大概7分钟到9分钟。你中焙的话，可能会拉到12分钟。甲个迄囤体位嘅产体也都有关，但是无论哪片的产体，你都可以浅焙、中焙。像譬如说哥伦比亚的体位来讲，大部分我都会提烘到中焙。对，因为它是比较呈现坚果可可调性。那当然现在有很多比较精致一点的哥伦比亚豆子，那就很适合做浅焙，就是要展现一下它的层次跟风味。甲迄咪讲一高级的，比如唔是行研究，我会讲抹菜。我会把它一些特殊的风味就是烘掉。因为就像几道东西加热而已，跟养分如果唔减系差唔多的意思。煎牛排咩迄样，煎得特殊的时间就挺难。故说前培其实迄几道几好的体味，可能会唔是行太久，乱嘞煮出来，如果迄以前很像原始，以为米西。对，因为生豆商本来的时间，他会把它的风味写在豆单上面，那你会就会想要把它呈现出来。古说这些咸菜其实係個人的咸菜，你要淺焙也可以，就水菜唔嘛，嗌如迄本上頭誒，對，可能我用來煮。對，古說唔記研究咩係大白類，一開始係咩大白類嘅頭誒，嗌如果淺焙也有，中焙也有，一吃淺焙我會，譬如說耶加雪菲的豆子，我可能會試個3個曲線，烘焙的曲線，可能那個好。曲線的意思係時間嗎？時間還有火力那個調整，對啊，其實差別蠻大的。哇，古說有幾道如果吃啱係的呢？係啊，可能吃的感覺唔好，下1擺這批豆子就亂了。對，就這樣，有冇可能買啊？我會把它最好的那個部分，再拿出來販售。咁啲吃啱係開店以前，如先吃後，但係唔開店，這中間你都還是會一直吃。就因為每個月都會進生豆，那其實差不多的體會就不是吃的嘛，只是有時候你會進一些你可能沒有進過的豆子，那就需要做這些測試。你講大擺如測冇啦。咁唔講嗰道營下半單，一開始咩囤窮用唔好食蒜呢？嗰蒜呢都係淺焙嗰道係咪？嗰種蒜淺焙蒜係花果酸，對。古說也會去訓練去家囤營下，對。提供嗰蒜係乜嘅意思？有時間國限的時間，營下店的，伊講的伊唔係蒜的，他可能點了中焙，按國限，可能就會從淺焙的招待他，看看是不是他不喜歡的那種蒜。對啊。咁會有營下給你很不一樣的回饋嗎？會啊，至少因為你這樣的嘛，我搶這東西，你總會多少回饋我一點。我講還不錯啊，這就是我不喜歡的蒜。咁大部分人係哪一種果凍？大部分人會講，不錯，喝起來不像咖啡。它真的喝起來真的不像咖啡啊。真的，它比較像果汁，我覺得。然後有一些淺焙，茶感比較重。嗰種係咩係一般係食的時間，假使冇人提倡，可能唔可以去配一本給佢乜嘅東西。我上新青島人都會，我只是需要咖啡因，然後我需要帶點花香的咖啡因。對。嗰種唔可以做嘅功課都非常多。對啊。唔過唔用呢，提供青島人好嘅係乜嘅？應該係嚟講。市面上其實我哋從接觸咖啡都更加，我哋都底下講曼特寧、肯亞、耶加，這講出去大家都知道，只是他可能不知道差別在哪裡。我當可是烘豆子的時間，我也是烘這3支，就是把它烘到我覺得最棒的程度。你感覺呀？按當年冇窮用嘅嘛，好囤10多年前開冇窮用，營下嘅
口味迄咩咩有无共用？应该来讲，以前的体检点的时间，他赶紧就要加糖。哦，更加我因客在点餐的时候就讲，俺们加糖。啊，其实俺们本来就没有加糖。对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差别。哦，对，就是加糖不加糖，然后拿铁、黑咖啡，有无共用诶？对，哦，啊，还有做哪道功课啊？如味都可以点诶？你说关于装潢这个部分吗？哦，装潢没迄功课，装潢没迄功课啊，因为设计师那会本大概的他的想法，他会跟你沟通他的想法。对，那里面你要怎么摆设，摆哪些东西，其实都很用起来一风一情的。哦，因为无按好吼，如设计师设计如黑版权哦耶。对，哦，刚刚你用的去设想，因为你的点的玫瑰 T pad， 好，虽然没讲过太简，不过伊有伊的 T 色，我感觉也好要做出 T 色，如黑过难的事情的呢。是用的去想讲，哎，我也个点的，我用的设计。应该去讲，我的外观都会参考几时个用过的个点的嘛。那跟我同我朋友、我妹妹讨论，底部就是呈现比较简单的英伦风格。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那是英伦风格的？还个是我们讨论出来。刚刚有乜个新发现系乜个部分？装潢就新发现啊。系啊，瓷砖。我模上都瓷砖按规，哦，嘿，瓷砖轻规，然后设备，我烘豆机从洗台的温度拍台，因为商业用嘛，这时间咱们开店的时间就会1公斤烘豆机就够用了。可是你味道，因为我们现在有意式机，那大部分的人还是喝意式咖啡比较多，你的烘豆量就会变得比以前大很多。所以机器啊、设备啊，对，还有能点烘，其实也唔单抢买咖啡，能有其实许多种，嘿，新书分养诶，嘿嘛个。除了拿铁之外，因为其实应该还是最大宗，对，最大宗还是拿铁嘛，对。除了拿铁之外，很多人都是为西西里来的。西西里，西西里很多店家其实都有西西里，可是做法大同小异。那我们的话，就是浓缩咖啡加上柠檬汁，然后会加上一些砂糖。但是在调和的过程中，我们不让砂糖完全融化，就是客人喝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砂糖的口感。新多年轻好设备。你们黑色的几道件？嘿，对，去想讲，哎，各种伊迄用那些口感、口味安尼。对，不是几种人体配合去那个。对，是。我要西西里，然后搭配什么。其实你还卖过多东西呢，不但像饮料，你还有点心，像今年有带了一个比斯吉，没还能招牌。对，招牌，这个研发的过程大概经历了半年，我们才真正做出。对，我们边装潢就是边在做这些东西。对，半年有。刚哈如想讲比斯吉有迄招牌，冇，其实这时间我冇想到冇想按到，我那想要买一个拼图冇的东西。大部分咖啡店冇，给时间冇，对，给时间冇。我国中的时候的学姐，我国中的时候她高中，阿姨提拼图开清旧的早餐店，给时间我做饭还有抢一声，妹讲买也可以嘛，伊讲拼图冇我说呀个，给时有烦恼了一下，冇想到我变啊按受欢迎，因为。有的人会感觉这东西糟的，会唔好，因为大部分可能底部给果酱啊嘛个啊，不过你可是也有少，因为我学姐提品环境的，我会觉得伊底的东西很难底的。刚一开始学姐讲，梦游的时候你还可以干嘛？干嘛啊？系啊，吃口那没有试就不知道啊。对啊，后来大家都经营个喜欢。有人同讲原因是嘛个？其实也倾向啊，易容应该没有色高，对啊。他回烤之后加，我本人是最喜欢加奶油，超好吃。还有几天配有咖啡店，不过
时常水饺请叫会买的，吼，那水饺买迄个东西，我点的东西。对，也请好呢，其实要可以点的时间，我单纯人上爱买咖啡甜点，但是我都看人讲，在屏东可能行不通，所以其实挣扎蛮久，蛮难过的啊，因为我就是想过那样的日子，但是我想要做文青，为什么不行？对，结果变厨房阿姨。对。如果还可以想讲啊，可能还会有吃饱的东西，好吃的哦，好吃的，对啊。对于俺妈妈给皮的，冇这种可以吃饱的，他们无法接受。对，就唔可以啊。好吃。不过真给妈也有过薯粉呀。对啊，还好。最后还是有接受这样子的情况。啊，唔但像开选迄块，也个咖啡店发几道的新列吼来推广起来。伊个店名可能常常提过，也几大上抢开店的话，伊还编做一个展览空间，本艺术家可以推人的作品并到给，也能了解下听个继续来讲。非常多种的夫妻来嘅现场，今日的来宾呢係我嘅叔伯阿姐，很可以嘅，伊係開咖啡店，竟然都蠻好哦嗬。阿頭都有講到，你嘅店呢，其實也有一些創意啦，如果要這樣想也是可以希望有一天它可以是這樣。你喺某個時節想講，我一個空間可以開放俾藝術家。因為我前面有講到嘛。裝潢的概念就是極簡的英倫風格，我有用兩面牆，它是空的，就是完全沒有擺放任何的東西。其實有親戚朋友講，如果貼捆網，我雕一個相片啊、花啊，其實就想講，黑高中工可以分享給一些創作者，也是不錯的概念。我想講，你是屏東人，或者是你的創作跟屏東有關。都可以在店里布展。都係的，反正我嘅標路空啊提嘅，人都可以來布展啊。對，會有人買冇嘅作品？因為我哋冇睇，就是如果要買賣的話，都是直接跟創作者聯絡，我們不做中間的那個。所以我哋會同創作者講，你要有一個聯絡的方式，讓有興趣的人直接跟你們聯絡。如意的平台對。都見有一朵嘅藝術家有來展覽6個吧，最近的一次係台東高中的美術班。對。伊能來簽買。係哦。總可以7家來簽買啊。係哦。因為我唔了現在簽也得。咁樣算竟然都唔會老嘛嗬？睇家啲講，我也偏可以有一啲地方。對。你算那咩3年咧嗬？我哋頭都能講，按夾過已經3年咧，頭都開全路講3年有2年都讀到疫情。嗰時候嘅疫情家下一定會辛苦。辛苦啊！我哋上漲呢營業額差不多掛0嘛，幾乎可以這麼說。店面的營業額，還好。去年的疫情禁止內用的時間，我網絡的單量不知道為什麼暴增。對，就有稍微可以就是 cover 一下。對，店面沒有辦法。單主要係喺咖啡嘅。咖啡。100%咖啡。都係賣台灣。台灣啊，綠掛。都係家下有賣台灣，也算賣到很好。家以前家下唔敢有食上過牙嘅數係冇，有安尼嘅。有，對啊，因為公司有公司的就是賬戶嘛。那我們就是想說，盡量讓它可以撐下去。因為你畢竟3個月，對啊，大家都不敢出門。如果係還係會有產出，對，就算大家冇來點吼，對啊，如果還係會記得，我好在如係還可以聽台灣自家聽，如果咁可能咩喺裡面呢？吼，大家安尼聽台灣關的，如果想講，我平常咩可以聽？係啊，消費習慣改變。
更加就会尽量从这样问题。刚刚讲过高的哈，万莫高，目前哦，万点高，对，因为这个是16年，他们就消费形态改变，我们必须去接受它了。而因为想办法，网络上的销量再更好一点，应该是大家的功课。哦，对，网络上面英国比重与英台哈，店面还是很主要，对啊。可是你网络如果没有成长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点危险。哦，对，喺屏东咖啡店更加其实呢唔算少呢。嗰時有感覺嘅競爭會激烈。競爭我倒是看待這個是良性競爭啊，因為你不可能阻止任何人開店嘛。對啊，我希望是大家都可以友好。競爭是每一個人都會有開店的夢嘛。對啊。嗰時能如果一起？我一起嗎？對啊，還是會去別的友好店家。對啊，聊聊天啊。就算是同業，哦，最後係大家如係一個聯盟策略聯盟安尼，聯不聯盟一起做大。但是我哋喺台南也有看到，喺台中也有看到。其實疫情的時間，也是會聯合起來，出一點什麼來，對，來不要讓人家忘記你。可是喺屏東我沒有看到，不知道是店家太少還是怎麼樣，但是我感覺那種感覺是很好的。就他敢一起玩，屏東漢個冇安尼，對，咁咩可能大家離也夠遠啦，屏東個範，幅員比較廣，有可能。嗰種唔感覺講下一步可能係也嘅係咪？如果大家假使有可能唔單搶自家做擂台，如果唔用嚟去定義，用嚟算成功嘅咖啡店。應該嚟講，你的營業額穩定成長。對，這是一定的，穩定成長。剛才更加就會求穩定，成長先不用。因為疫情啊，因為疫情，對通膨這個就不用講，這太遠了，對啊。通膨，如果金融業再過10年，講通膨啊咧。咁而家如果轉型去做咖啡店，金融業如冇，先不用。咁有用喺理想下，如果唔希望也咖啡店變做用咧？就像我頭講啊，先穩定下來。那因為我開店最早開始，我都不可能只是想要開一間店。2間啊，我也冇想要再大。對，因為再大，我覺得品質很難控管。再一間店咧，我睇屏東冇唔低，但我希望可以是一間店，任何形態都可以。為什麼是2間？就我本人是比較不喜歡關在一個地方。屏東，我希望可以，有時間去一片看看啊。像頭都講可以一間店嘅啊，其實唔單像行頭嘅，行去煮咖啡，行去煮食的，嗰種也營業下來，其實係可以開嘅。可以開啊，可以開啊。等我從早晨就會入去店方備料，備完料你就是中午的餐期嘛，然後下午茶講模擬那是屏東的生態就安尼，下午茶會講模擬，我就會進去烘豆室挑豆烘豆。可能不見得每天都有豆子可以烘，但是你一定有挑不完的豆子。挑不完的豆子。講挑不完的豆子，係因為偷嘅第一片，還會只夠偷第一片安尼哈。就會因為有意式機、意式豆的關係，所以用量會比較大。隨着視力慢慢退化，你一天可以挑豆子的量就不多嘛。就很傷眼。很傷眼睛，對。嗰種嘅職業傷害等都木主係清，對，還有警察。因為我安尼，因專心安尼。對。幾怕係一開始想開店嘅以前冇想到，因為應該本來就很像文青安尼，很悠哉做咖啡，結果開店嘅就會工業。他有想過冇去開嘅哈？還是會偶爾很累的時候，你還是會有這種想法。就是很累，難免有退休的想法。對，就是你知道人生少不了抱怨跟一些負面的情緒嘛。歸 sell 啦，歸 sell。
咖啡本又有通力的黑马嘅咖啡。哦，黑咖啡哦。对啊，我就会按好野东西。我难想象呢，你喺同爱穷养好一开始马嘅路生唔出来嘅人，侬会喺裏边按喜欢咖啡啊？你习惯它，你去习惯它了。刚你去假设有好生那一种哈，还係哪一种路？我最好的产地喺玻利维亚，在那个闲聊时间有公豆嘛，好，然后还有每一年差不多一时间会出来哥伦比亚一个台湾行燕夏花梨，它有很浓的，我应该要冲一杯来给你喝，它有很浓的荔枝味，那是我每年一定会想方设法抢到的豆子。哦，好長好長，好長。哦，加入係個貴哦，個貴。哦，像好多攝影師咪有問啊，如係講台灣嘅體位，咩係有好嘅，唔貴貴。台灣嘅體位普遍都貴貴，個貴唔係貴貴，個貴，因為人工都個貴嘅嘛。對，產量嘛。產量，古時貴難賣啦，因為人量都係按少嘅。可是還是有一批人是非常熱衷於喝台灣咖啡，愛台灣。除了咖啡，我本同齡銀行嘅話嚇，我啊，前陣時間銀行我本幾年咧好心情。你有冇印象過次咩？就是客人少到我們就是很無聊，站在一樓嘛，然後我就看了一台 mini， 你知道 mini 嗎？老 mini， 那真的很可愛。然後他把它保養得非常漂亮。很快的經過我店裡，然後又倒車回來。他說：“哇，這是我客人嗎？也太可愛了吧！”對，然後就走下來一對年輕的夫妻，是台北人。對，然後他們那天因為我們實在太閒了，就有很多的時間可以聊天。原來太太是高雄人，然後他們是在做婚攝的工作。對，那之後他們還來過2次，有回來屏東都會過來一下。對。你都會跟他搞朋友啦，哈。我經常搞朋友，他演得太可愛了。對，就是很多人會讓你留下深刻印象，是可能只是一個你喜歡的這種特點，譬如那台車子。對，一開始就是這樣子。都更加還會聯絡吧。咁最尾假使有朋友同樣有嘅咖啡夢想要開店咪，我本意問嘅建議。唔好。對，因為市場上有一句話，你如果想要害你的朋友，就叫他去開一間咖啡店。對，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。因為當你覺得你永遠沒有準備好的那時候，真的，對，你要，除非你很懂得怎麼賣東西，倒不是你做出多好的東西。如果你覺得你很會賣東西，那就開吧，隨時。對，好，多謝凱旋今日的分享，多謝主持人，多謝觀眾。有閒可以來啉咖啡。好，多謝，家鄉親朋友冇閒可以談論欣賞，好好運動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按讚，還有訂閱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